家好，我是赖伟一，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首先带大家来关心，在高雄85大楼的大港创建新创基地，每年以1200万元委外经营，但整体营运不佳，指标性厂商撤离，整层办公室沦为文字馆。对此，经发局长表示，新创基地的进驻率目前仅有60%，整体经营绩效有待加强，将会要求厂商检讨。去年10月，在85大楼创立的大港创建风光开幕，希望能够成为亚湾新区5G AIoT 的新创基地，提供给新创企业办公室空间以及专业辅导。只是时隔1年回到这里，却变成了无人使用的文字馆，整层楼都没人。局长，我在11月5号下午去大港创建，当天是平日，整层楼半个人都没有。我们花了1000万装潢，再花一年再花1000万以上营运，结果呢？85大楼花上千万在养蚊子啊！高雄市议员徐乃珍在质询中指出，85大楼的新创基地在平日上班时间，5间办公室只有1家公司开着，活动空间和共享办公室都没有人。登记使用的会议室记录表已经有2周都没有更新。市府投入了3000万元整顿的大港创建，为何进驻厂商如此的少？为什么2年了没有亮点厂商？因为厂商从创始到今年续约的非常的少我在上个月10月份才出现一波这个退租潮从前面的记录表就可以看出管理品质的问题了。上班的时间整层楼在养蚊子，会议室2个礼拜忘记换牌子，强迫新创公司关冷气，这个就是你们要推动5G AIoT 的决心吗？大港创建采公开评选，目前由酷日国际负责经营，是日本最大的 B2B 企业加速器，目标是加速高雄公司和日本企业的合作，协助辅导新创团队对接海外市场。但是该公司在国内设立的时间并不长，实质能力也备受议员质疑。第1年的时候呢，经营单位是台北电脑工会。这间时机非常的强嘛，是吧？而且第1年呢，的确没有听到有任何的问题几乎所有的新创公司都有留住。结果第2年呢，换了现在的酷日国际，他的公司成立的时间是去年的12月14日，代表呢酷日公司在成立3个月内就马上来标经发局1200万的大港创建的管理计划案。高市府经发局表示，大港新创进驻比率有60%，目前看起来整体经营绩效确实有需要加强之处，会再更严格的要求厂商。只是去年风光开幕的光景还记忆犹存，如今却只剩下无人使用的办公室。85大楼的活化可能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记者孙军高雄报道。位在博爱2路跟大顺1路交叉口的富邦 BOT 案如火如荼兴建中，由于正在进行钢骨架设，当地整个天空是被塔式起重机占满，民众相当期待未来开发完成后能够有更多娱乐与消费机会。1、2、3、4、5、6、7、8，连画面都装不下的塔式起重机数量，出现在鼓山区博爱2路与大顺1路交叉口的富邦 BOT 案。在2022年3月开工，将新建47楼，成为北高雄第1高楼，包括汉神百货3馆、南人湖集团开设的高雄海洋馆与运动娱乐事业都将进驻，预计2027年完工，不少民众都相当期待。我觉得蛮期待的，好像听说有什么水族馆、溜冰场的，到时候我觉得这边人潮一定又会更多，然后车子又更不好停，好像蛮不错的。因为平常看水族馆可能要跑去屏东海参馆那边看，然后高雄有这样一个地方，我觉得对观光也是蛮好的。未来百货商场、娱乐事业引进人潮，加上轻轨、捷运都在旁边交汇，房仲业者就察觉整个农16特区内的商办也因为开发案的推进，价格跟着上涨。高雄的商办其实比较少这样的一个产品产生那当然最近我们这边也有一些题材那也有一些那个外商啦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我们的台商回流这样子，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在那个龙盛路 ICF 的那商办来讲，它大概成交我们看得到的是60到68万
所以这边的房价是越来越看涨的。除了商办价格上涨，农16特区内的房价同样持续看涨，但建商是从大坪数豪宅转而推出小坪数房型。这块位在明城3路与隆德路口约644坪的土地，就预计新建38楼的住宅大楼。中古屋18年、20年左右，大概会来到40到42万这个区间。现在有新青安嘛，那年轻人比较好入手，所以现在建商大概都规划小坪数，然后总价落在1000到2000之间这样，所以单坪价相较来讲会相对的高一些。据报道大概会落在60到68万之间呢。它的那个将来的一个定价应该会看在那个区间这样子。富邦 BOT 案所在的位置是龙华国小旧址，为高雄市的地上权开发案，土地面积约11600坪，建筑设计由30地所负责，汉神百货、南仁湖集团与博文运动事业都将向富邦集团签约承租。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高雄车站即将完工，目前车站跟高雄捷运共构的地下街可以连通。市议员汤永瑜建议，可以将地下街延伸到捷运美丽岛站跟中央公园站，也能带动整体商圈繁荣。里长跟民众期盼串联地下街，能够享受更好的购物环境。进入高雄车站，不论是要搭台铁或捷运，通道上都有不少商店，让民众可以边走边逛街买东西。捷运美丽岛站同样也有车站的商店街，民众逛起来都觉得方便又舒适。因为像其实现在你在这个捷运站，你要等朋友，你要席地而坐，或者是你要站着，你要去站外，然后忍受高雄炎热的天气。因为其实地下街的好处很多，除了可以在地下街有商店，甚至美食，还有很多其他的服务，例如说，旅客中心啊，或者是育婴室，或者是厕所等等等，这些都是对社区或者是对整个高雄市都是有帮助的。不过这几个车站的地下街都是单点式的，没有像台北车站一样可以串联到下一个捷运站点。高雄市议员汤永瑜就建议市府评估，将高雄车站的商店街延伸到捷运美丽岛站，再到中央公园站，形成更长的一条地下街，能够串联这几个商圈，让这个地面上跟地面下都可以透过捷运的串联，那制造更多的商机，也让我们这个整个消费的动线还有环境更好。那包括东区啊，然后北车嘛，那我觉得他们那整个是很有人文休憩的一个氛围啊。不管你是要逛街、逛书店，你要休息都可以。要形成站与站之间的地下街，除了有预留的连通道之外，还有店家愿意进驻营业。而目前各站点的商店街都还在培养当中，能否串联起来？里长和民众期盼那一天能够到来，可以享受更好的购物环境。老人家、银发族，他们在路面上可能会遇到一些不便，例如说要穿越马路等等等。他们在地下街就可以避免掉这些事情。像这边可能看很多店，但也没什么，没有那么多人。但是如果可以增加一些可以休息的书店，或者是那种比较大宗的便利商店，那我觉得应该对大家的便利性啊，然后对整个发展性都还蛮不错。高雄车站即将完工，捷运红橘两线也已经营运多年。虽然捷运主要站点的搭乘人数略有变化，但可能还需要更大量的搭车人潮，才能够支撑车站商店的营运。记者赖长邦高雄报道。继士林站跟剑潭站后，台北捷运第3个 TOB 案剑南路站多目标大楼11月14号举行动土仪式。这栋22楼高的复合式大楼规划有办公室、商场、教保中心、区民活动中心以及景观餐厅等，总经费高达42亿元，预计118年完工。台北市长蒋万安期盼借此活络大使地区商业及生活机能，促进城市再生，有效提升市民生活品质。第一产，开地平安业绩有功。在台北市长蒋万安与北捷董事长赵少莲等人共同指产下，捷运剑南路站多目标大楼正式动工。
利用原有建南路站南侧客运转运站及广场新建的这一栋复合式大楼，规划为地下2层、地上22层，不但优化旅客转乘环境，还有商场、教保中心及居民中心，更有景观餐厅，并规划有10米宽绿廊及顶盖式广场空间，希望活络大直商业及生活机能，促进城市再生。我们这一栋大楼除了做商场、办公室，我们也强化我们的转乘的这个客运站，还有原来的地下停车场以外，我们提供教保中心，还有里长们最关心的居民活动中心啊。那楼上有景观餐厅，然后各种的建筑，我们绿建筑、智慧建筑也把这些来做衔接。我们一切都是为了要把这里做好，让居民喜欢，让大家会喜欢，而且让大家来使用。除了原有的文湖线，基地北侧则规划为捷运环状线 Y29 站，未来将串联松山、桃园2机场，强化交通机能。借着这一条线，内湖线可以到市区，环状线可以串联整个台北都会区，这是最好的一个节点。这里可以到2个机场，文湖线可以做到我们的松山机场，然后借着环状线。新北产业园区马上就可以衔接到桃园国际机场，这个是未来最佳的节点。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很开心，年初参加建南路站签约仪式时，希望年底前动工的承诺能够实现。未来大直地区将更加繁荣，并符合打造台北市15分钟城市的目标，满足台北市民食衣住行的各项需求。这边会是与文湖线以及环状线的交汇点，而且也是进出内科重要的出入口。未来大直地区会更加的繁荣，而且带给市民朋友更便利、舒适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也完全符合我们致力要打造台北市15分钟城市，来满足市民朋友食衣住行、娱乐、休憩，甚至结合教育等各方面的生活需求。过去一段时间，包括今年，我有到纽约、到日本东京，去年我到韩国首尔、到新加坡，我都特别留意这些国际的大都会，他们如何运用严密的捷运路网来推动沿线，带动产业发展。台北市，我们有这样的条件，也有这样的优势，而接下来就靠我们怎么样来展现执行力和魄力。这是继士林站、建潭站后第3个北捷捷运 TOB 案，总工程经费约42亿元，预计118年完工。不但优化交通服务，更希望结合周边土地利用，打造大直地区指标性商办大楼，带动区域发展。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位处于航空城计划区内的捷运绿线 GC04B 标工程，日前在基捷 H6 站横山站旁举行开工动土典礼。这项工程衔接捷运绿线跟机场捷运，跨过国道2号来兴建轨道以及 G18及 G19 两站，是未来航空城重要的连外交通路网。因此，桃园市府捷工局也特别成立机关采购联证平台，控管建设风险，确保能如期完工。机工局也强调，工程不会影响国道交通，请民众放心。移动土，开地平安。金城挖下，祈求捷运绿线指标新工程GC04B 标能够开工平安。位在横工程计划区内的捷运绿线 GC04B 标工程，13号下午在基捷 H6 横山站旁举行开工动土典礼。这项工程衔接了捷运绿线和机场捷运，跨越国道2号来兴建轨道和 G18、G19 两站，是未来航空城重要的连外交通路网。桃园市长钟善政表示，当前航空城计划陆续有新进展，也希望透过这条重要的航空城支线捷运，能够促进未来整个园区发展。今天对于桃园绿线捷运的工程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我们绿线捷运有一段航空城支线，把这个原来基捷的 A11到 A15要做一个串接。那么这一段呢，贯穿未来整个航空城发展以后的航空城的核心，
对于将来航空城对外的交通非常重要。这段衔接整个绿线以后，可以到我们的桃园车站等等哈。那么期待所有的工程团队能够同心协力，让这段工程能够如期如职顺利完工。桃园市府捷工局局长也说明，捷运绿线 GC04B 标工程中，虽然仅包含2个站点和长约1.3公里的轨道，但路线贯穿了整个航空城发展核心，轨道还得跨越国道2号，又是捷运工程史上的一大挑战。但他有信心能在不影响国道交通的情况下，顺利克服完成。那跨越高速公路这一个，其实在工程界面，我想我们有信心哦。基本上我们是不做肉墩哈，然后整个跨过去，大概全长115米左右，不会对高速公路的交通有影响，但是安全的措施方面，我们会特别的来做处理哈。那在工程顺遂，整个行车还有外在的行人、用路人的安全哈，会兼顾下来完成这个工程。另外，不只是跨越国道2号，局长也解释，这条航空城支线还会跨越机捷 A16站，与机捷 A18共轨，保留空间，未来可以弹性来增设环线捷运，加惠桃园市内交通更加便捷。的航空城支线，我们的规划是长远的规划是希望能够跨过机捷 A16，然后到对侧去以后，然后未来接到 A18，让它可以跟机场捷运线可以过轨。那以后的运转可以更弹性，那桃园未来就有机会形成一个所谓的桃园的环线，因为桃园目前的主要的捷运建设、交通建设大概都是以对外为主，那对内呢，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一条捷运线，让民众可以透过整个捷运环线让他们在这边每一个站可以是去做转乘搭配这个供应的路线的截长补短以后让整个桃园的交通更便捷。由于这项工程牵涉到航空城计划，因此桃园市府捷工局也特别成立了机关采购联证平台，控管建设风险，确保能如期完工。法务部廉政署副署长和劳动部治安署署长也因此当天特地前来，一起宣誓会对本案工程进行监督检查，也希望能在所有的团队努力之下，杜绝不当资金，顺利完成这项重要的交通建设。记者林涛报道。基隆从112年推动行人友善政策，获得许多市民认同，感觉是一个相当有感的政策。因此，市政府从现在开始再升级，从行人友善提升到行人有序，希望来降低行人的事故死亡率。目前，行人友善推动的成效已经是基隆市民相当有感的一项政绩。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这对基隆城市素质的提升非常有帮助。所以继续来推动下一个阶段行人有序，特别呼吁不要任意穿越马路，或是走路低头看手机，这都非常危险。这个行人友善这个第2阶段，是对基隆来说非常重要的下一步。大家都知道，现在基隆市的这个车辆已经初步会礼让行人，不论是摩托车还是汽车，但是现在有很多就是大家行人们还没有这个习惯。大家呢一定是走斑马线，然后一定是不可以走双黄线，然后一定是要等到红绿灯、绿灯的时候才行走。这样子的一个行走习惯，其实在基隆过去造成了很多的伤亡。那第1阶段呢，其实我们是针对车辆，但是假如不针对行人来作为劝导的话，那么行人死伤就还是会不断的发生。我们在11月份、12月份，我们会积极的来宣导，但在明年我们就会对行人不守交通规则，包括行人闯红灯、行人没有走斑马线、行人穿越双黄线等等，那我们会先劝导，那真的有必要的时候也会考虑开罚。所以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我们基隆如果要迈入成为全台湾行人最友善，而且交通死伤最低的城市，我们目前是第2名，1到6月我们是全台湾交通死伤第2低的。那假如我们要成为第1低的话，那么我们势必就要带行人走路要有秩序这个部分，一定要很努力，大家共同来达成。但假如这个达成的话，我想基隆市的行人的文化
这个友善道路的文化就会更上一层楼，迈入下一个阶段，甚至会得到全国最佳的一个这样子的荣誉跟美名。所以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全体市民大家一起来努力。市长谢国良强调，在车辆礼让行人的基础上，大家共同来提升行人走路有秩序的正确观念，相信基隆可以迈向行人交通最安全的城市。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台北市今年1到10月，汽机车一般市区道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遭举发141370件，高快速公路违规变换车道遭举发26073件，是民众的检举热门项目之一。交通裁决所提醒驾驶记得打方向灯。另外，台北市交通局也提醒微型电动2轮车必须挂牌上路，否则将最重处罚3600元罚锾。台北市交通裁决所最近常接到民众申诉，汽机车一般市区道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遭举发141370件，高速快速公路违规变换车道遭举发26073件，是民众检举热门项目之一。提醒驾驶人不要因一时疏忽忘记打方向灯，导致荷包失血。今天提供了2个是驾驶人比较常见的这种没有使用方向灯的一些太阳。第一个这个部分是在交叉路口转弯的时候，它没有使用方向灯，这个也是蛮明确的。那另外一个呢，是在直行的时候变换车道的时候没有使用方向灯。它在台北市今年的1月到10月。我们统计了举发的件数就有141370件，那这是在一般市区道路的时候，那在那个高快速公路的时候也有举发了26073件，所以代表现行的这个检举它是很热门的项目之一。那什么时候要使用方向灯呢？其实，在道安规则跟高快管制规则这边都有规定，车辆在转向、转弯或者变换车道的时候，都要依规定使用方向灯。那如果没有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的时候，我们在一般道路的时候，会有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规定的适用，它会处罚驾驶人1200的罚锾。那高快速公路的时候，我们会依照处罚条例第33条第1项第4款去处驾驶人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那我们这边常常收到裁决所这边常常收到民众会申诉说，我车辆在行驶在高快速公路的时候，穿越虚线，或者是从开放的路肩行驶到减速车道或出口匝道的时候，我是直行的，我没有变换车道，我不需要使用方向灯，会请求说应该要做免罚。那就高快速公路这边的变换车道太阳，我们自然做个说明。车辆跨越车道线、穿越虚线或路面边线的时候，这3个部分都是属于变换车道的太阳。那车道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穿越虚线的话，依照《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189条之1，穿越虚线指的是供车辆汇入汇出的时候，而且它会划分主线车道跟其他车道的这个作用。那其他车道车辆它要在行驶的时候，它要先礼让主线车道车辆先行。那路面边线在高快管制规则第183条中，它是指路肩或者是路面外侧边缘的界限，所以车辆在跨越这3个线的时候，它其实都要使用方向灯。那怎么样使用方向灯才是正确的呢？我们在变换车道之前，我们要先显示预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我们要变换到完成这个变换车道的行为，这样子打方向灯才会是100分哦。那如果在高快速公路上面变换车道没有使用方向灯的时候，我们再次提醒，它是会罚3000到6000元的。那一般道路的话，就是驾驶人就是罚那个1200的罚款。另外，台北市交通局仍发现许多微型电动车还没有悬挂车牌，请在11月30号前赶紧到监理所完成换发车牌，否则将被禁止驾驶，最高罚新台币3600元。目前微型电动2轮车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1条，它就是要在11月30号之前去审验挂牌，然后才能合格上路。
那挂牌需要来历证明、投保强制险跟现金挂牌。来历证明可以有出厂证明，那如果说没有出厂证明的话，也可以跟原来的经销商或者是跟原厂去申请它的出厂证明跟车架号码。那投保强制险就是依照一般的投保方式，那减负它的出厂证明来历就可以去投保。那投保之后呢，就可以到监理这边去挂牌验车，然后包含你的身份证跟一些资料。当然最重要就是你的出厂证明跟来历证明。慢慢下一页。那这3个东西，强制险、验车跟挂牌都必须要符合才可以上路。那就算是停放在路边，其实你也是需要挂牌。那挂牌呢，可以看到这个牌面跟一般的牌面不一样，它是白底然后绿字，跟其他的车牌都不一样。那车子要满14岁才能骑，然后未满10岁不能驾驶，然后一定要投保强制险。那电动辅助自行车跟微型电动2轮车的差别，最主要就在于它的电动辅助自行车主要还是人力为主，电力为辅，然后它会有一个踏板会在这边。然后微型电动2轮车的话，它是没有踏板，外形会比较类似机车，然后最高速率都是时速25公里，然后必须要戴安全帽才能骑乘。微型电动2轮车要戴安全帽才能骑乘。那这是一些骑乘的规定，第一个就是刚刚有讲到要满14岁，然后其实行驶的速率不能超过25，那当然也不能去因为车子必须经过监理所这边去检验合格，所以也不能去变更它原来的控制装置或者原有的规则。那它是不能双载，这也非常重要。然后一定要戴安全帽，不能酒驾、毒驾，那也不能去毁损、污损或变造牌照。截至到9月底为止，微型电动2轮车的领牌数，台北市部分大概是6102台左右。那我们有初步分析，有将近30%部分是属于新车领牌的部分，那有将近70%的部分是属于使用中的一个微型电动2轮车。那这边在呼吁大家，就是说，到11月30号之前，那如果有需要挂牌的一个民众，他可以到我们监理机关或是指定的一个经销商处所去做一个微电车领牌部分，在11月30号之前，相关的一个规费是可以免费的。关于微型电动车的驾驶注意事项，台北市警察局也统计前3大违规项目，分别为没有佩戴安全帽、未依规定停放车辆及违规行驶人行道，提醒车主务必遵守规范。骑乘微电车必须要戴安全帽，违者罚新台币300元的罚锾。那微电车不得载人违者罚300元到600元罚锾。微电车必须要满14岁才能骑乘，那违者是罚600元到1200元罚锾。民众骑乘微型电动车也需注意，不得载人，车速不得超过时速25公里，也不要任意改装电子控制装置，避免受罚。记者翁君台北报道。捷运板南线新埔站日前发生持刀攻击案件，新北市长侯友宜日前在市政会议上公开表扬见义勇为制服嫌犯的4位民众。除了按照民众协助破案奖金给予表扬之外，新北捷运公司也提供终身免费悠游卡，感谢他们不顾自身危险、见义勇为的精神。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主持市政会议，会中对上周5于台北捷运王姓女子持刀伤人事件中毫不犹豫挺身而出、见义勇为的4位民众，以及2名事发现场及时执行公权力的员警，颁发感谢状表扬与感谢。侯友宜也特别颁发由捷运公司制赠的免费捷运通行票，感谢4位民众见义勇为。非常感谢新北市的4位市民，在第一个时间见义勇为，发挥大义的精神，在被害者千金一发有生命危害之余，立刻冲上去发挥团队合作，压制歹徒，避免一个重大事情的发生。这也是我们新北市民充满着正义感最棒的典范学习。所以今天特别借市政会议公开给予表扬，同时在这过程当中，我也要谢谢2位文胜派出所的员警，也在第一个时间快速赶到，联合祝福歹徒。所以我们警民合作，尤其我们市民朋友真的了不起，都是新北市的市民朋友，都是在我们的板桥或者树林地区集中，那沿着板南线能够有立即发挥这个见义勇为的精神，让伤害降到最低，我非常感恩。也谢谢2位员警，我们继续加油，维护新北市的治安，人人有责。侯友宜表示，感谢市民和警察的勇敢行为、无畏的精神，展现出新北市民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
我们借这个机会，谢谢我们4位新北市民，及时遏阻犯罪，让犯罪不再扩大。也要谢谢2位文山派出所的员警，及时也赶到，来把歹徒绳之以法。我们非常谢谢。所以今天不管是奖金也好，不管是捷运公司的这个捷运票也好，只不过聊表一点心意，不足代表我们对他的敬意。而且我要在这里要代表被伤害的同学，来谢谢我们4位见义勇为的这个市民朋友。侯友宜也在市政会议上强调，未来市府将持续致力于提升市民安全，加强公共安全的治安管理，确保市民的日常生活不受威胁。同时，市府也将加强民众自我防范意识的宣导，鼓励市民在危急时刻勇于伸出援手，与警方一起共同维护社会安全，为所有民众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空间。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桃园市警局为了强化民众防诈意识，并提升政府打击诈欺犯罪的透明度，除了优化打诈仪表板，也举办记者会，邀请受害人分享实际的受骗经验。除了演员林芷薇分享经验，还有实际被拐卖到缅甸的受害人现身说法。跟着镜头一起来看看。不要在社群网站找工作，如果有国外的工作，你可以向你们家附近的分局或者派出所来询问，说这个是不是真的。诈骗受害人 H 先生现身分享个人真实受骗经历，他遭到假国外求职诈骗，被收走账户跟证件后被拐卖到缅甸。他以自身经验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在社群网站找工作，真的有想法也先到警局确认是否是诈骗。然后我进去了园区，园区外面有2个保安，2个人都拿 AK 对着你，然后心里就疑惑了，我是不是遭受人家诈骗？然后就开始联络加了，发定位，有的没的，然后被公司知道，第一开始没被打，然后就被卖掉。卖到第二家公司，第二家公司也发现我有联系家人，向会求救，他就把我关在小 A 屋，可是关在小 A 屋没有不像台湾监狱这么轻松，它比台湾监狱还恐怖，他2个手铐把你铐着像耶稣一样，然后拿电击棒电你。桃园市警局为了强化民众防诈意识，并提升政府打击诈欺犯罪的透明度，除了优化打诈仪表板，也举办记者会，邀请受害人分享实际的受骗经验。演员林芷薇表示，10年前代言的移动式冷气，每年都有民众被假网站诈欺，也让他呼吁倾向正规渠道购买，看到太便宜的价格也要警惕。那这个是我自己亲自有拍的广告，所以也是被我们的诈骗集团呢拿来盗用。那因为我自己拍的广告是差不多10年前了，那一直维持到现在。只要每年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我代言的这个水冷式的冷扇呢，就会有人私讯给我说：“啊，林小姐，我汇了1000多块给你啊，已经汇很久了，而且这么优惠，我是看到是你我才买的，而且我一次买了好几台，分享给亲朋好友。”我说对不起，你被骗了。如果是1000多块是假的，因为移动式水冷扇1万多块，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你被骗了，不然你要报警哦。另外，因为工作缘故，有许多跟别人合照的机会。林芷薇表示，有命理老师跟算命师擅自用合照编撰故事，说他的好运都是算命来的，借此进一步敛财。他也请大家脚踏实地，寻求玄学慰藉，也要小心受骗。就有那种宗教团体的老师，他就说你看他现在越来越好了，就是我帮他算命的。于是呢，有人就信以为真。指南宫那个求金鸡那边，对，他竟然把我照片放在那边很大，而且指南宫一天人潮下来很多。然后我有听隔壁摊的说，一缸10几万拢有。所以你们不要再被这种
因为人在不好的时候总是会求个希望嘛。如果你们这样子求命令，因为一定要靠自己努力成功，或者是辛苦工作才有办法赚钱。如果只靠命理老师说来我给你一张这个符咒哈，来一张1000块或1万块等等，你以后命运就会越来越好，那都是不可能的。桃园市警局积极优化打诈仪表板功能，透过更直观的数据、真实的案例解析，以生动的故事宣导，让民众能快速掌握全国跟桃园的诈欺趋势，提供防范要点，来破解诈骗集团的诈术跟手法。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加强自身的防诈意识。165打诈仪表板目前从8月30号推出之后，各项功能都有优化，民众可以上打诈仪表板去寻找非常多跟诈骗有关的资讯。那另外也要让我们的民众知道，我们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在这一段时间为打诈所做出的努力。当然，打诈工作是政府跟民间大家一起全力在推动的工作。今天我们也有请到2位这个来宾现身说法。我们借由这些实际上的案例来提醒我们的民众，诈欺最主要、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建立识诈的共识。打诈仪表板将以精准数据透过分析，提供近期整体诈欺犯罪发生趋势、高发手法数据跟前期增减情形提出说明，并邀请来宾现身说法及诈骗话术关键字图卡宣导，强化网站跟资料库建制，让网站内容能够呈现诈欺犯罪趋势及打诈成果。民众可以依自身状况，在小帮手的协助下，了解自己遭遇到哪种诈骗，并提供解方，让民众免于受骗。记者赖伟一报道。因应联合国2030永续发展愿景，新北劳工局跟新路基金会携手辅导慈幼及慈泰2家壁虎工厂，朝向环保永续、符合企业 ESG 精神的绿色壁虎工厂，并在日前举办全台首家绿色壁虎工厂亮相记者会，上市民朋友展示如何在包装塑胶减量、运用友善环境包材以及调整产程、减少能源使用等，呈现出新北壁虎工厂向环保永续、近零减碳的目标前进的用心。好，那我问你，这一只是什么？幸福兔啊。新北首家绿色壁虎工厂亮相会场上，展示了一系列友善环境成果，包括 FSC 认证原料创新商品、森林管理委员会验证友善林木，使用环保大豆油墨印刷，防撞包材采用水溶性可分解玉米淀粉泡泡粒，将衣物包装袋更换为环保再生塑胶袋等等。新北劳工局局长陈瑞佳表示，新北市政府为实现生态永续，不仅长期推动身心障碍者就业，辅导庇护工厂过程，也期许工厂具有 SDGs 前瞻规划，因应企业的 ESG 精神。作为庇护工厂的一个辅导机构、辅导的一个机关，我们希望说庇护工厂能够迈向这样一个所谓的绿色庇护工厂的一个方向前进。所以今天是台湾首家的一个绿色庇护工厂，由新路基金会成立的这样慈泰跟慈幼2家庇护工厂。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一个庇护工厂来加入，对于我们这个台湾或者是甚至对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做出一点点的一个贡献。新路基金会执行长赖炳良表示，新路从去年开始参与国科会净零沙盒计划，过程中找到了净零碳排努力的路径，结合了身障公益与环境公益，打造了共生共存绿色庇护工厂，完成位于新北2间庇护工厂温室气体盘查与导入5%的绿能。今年协助辅导慈泰慈幼庇护工厂导入循环经济，如再生能源为工厂投入了净零转型规划，订定节能减碳目标，持续分享更多社福团体迈向永续。侯市长在2021年宣示了新北市的一个净零的一个方针，那也在当时那也签署了气候紧急的一个宣言，那是台湾第一个城市签署了这个宣言。那一路以来，劳工局辅导基金会这一边做净零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天包括劳工局委托我们的慈泰跟慈幼庇护工厂，那我们率全国之先，全国的庇护工厂应该没有这样做的我们导入了5%的绿电，
这2个工厂都是用绿电5%，一年节省了7700公斤的碳排。慈泰与慈幼分属烘焙以及洗衣指标性的庇护工厂，去年在工业技术研究院与新路基金会办理的近邻公正转型与社福工作相遇工作坊最为示范单位，近年逐步朝向近邻减碳的目标，如包装塑胶减量、运用友善环境包材及调整产程、减少能源使用等。可以看见2家庇护工厂对守护环境的坚持。像这个是我们非常畅销的小协奏的礼盒，对，那之前就是很多顾客跟我们讲说，那纸盒回去之后，虽然说包装很漂亮，但是其实后续就可能就回收掉了，就丧失它一个很精美的一个包装的设计。那所以呢，我们就在纸盒的内面，然后去把它做这个刀模的一个剪裁。那后续消费者或者小朋友在拿到这样的一个纸盒的时候呢，那就可以把它拆开来，把它剪下来。剪下来之后，就可以按照里面的图案折线，然后去把它折成我们这个设计是一个幸福兔的造型。对，那当然，如果有些企业有需要客制的话，还可以设计成不同的图案颜色，那这我们都可以来搭配来使用，然后让整体的除了环保材质的纸质之外，那也可以让这个纸盒可以再重复的再生再利用，然后创造它更多的一个价值。这种纸我们是请厂商特别就是帮我们做的，对，然后它这里面其实它有种子，它透光你可以看得到，这边它有种子的部分在里面啊，就直接就把它放在盆栽里面就可以了，它就会长出小植物出来。对，我们有去试种，然后真的有长出来。然后另外的话，其实我们是做洗衣的，然后后来就是洗衣的部分的话，空档之余的话，我们研发一些那个香氛的产品。那像我们这个的话，就是木材都是友善认证，一般你看到都是棉线嘛，那我们采取的话就是木材的部分这样子，然后也都是用大豆蜡这样子。对，那包材的话，我们是使用牛皮纸，牛皮纸相对来讲就是比较环保一点的纸这样子。劳工局长陈瑞佳也提醒大家，新北共有25家庇护工厂，新北有很多局处采购庇护工厂的产品，同时呼吁大企业可以一起共襄盛举。记者吕其坤、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位于台南市安南区的鹿耳门天后宫，信徒遍及海内外，睽违30多年，庙方再次主办妈祖姐妹会暨7周祈安赐福法会，邀集各界侍奉妈祖的有功，上千尊神明齐聚一堂，同时举办万人点灯仪式，一起为台湾祈福。结合台南市府城和全国各区侍奉妈祖的庙宇大会师，超过上千尊天上圣母都聚集在鹿耳门天后宫。今年新逢台南400，也让30多年后再次登场的妈祖姐妹会特别有意义。日前晚间在祈福法会前，市长夫人刘玉金和许多明代贵宾都到场，共同见证万人点灯仪式，为台南、为台湾祈福，场面相当盛大。前2年能够姐妹会山海情姐妹会这是非常盛大，而且今年先预告一下会更盛大。我们期待这样的姐妹情姐妹会能够延绵绵长，能够千百年还能够继续下去，这是我们当世世妈祖的囡仔期待的代志。祈福活动除了延续各有功100年的情谊，现场参与点灯、手拿小灯火的民众更是抱着满满的祝福，因为近来这几次台风对台南的冲击降到最低，认为就是妈祖等宗教信仰的力量。我相信妈祖会选择伫30冬后，伫今年再来举办着咱这个妈祖姊妹会的7条咱的礼道法会，绝对是希望会当保佑着咱国泰民安，咱所有的人民会当更较安定，咱的生活会当更较好。
这两届这风台啦吼，会使讲对台南市孙来讲非常拢会少，啊，咱嘛拢归功于讲吼，啊，咱拢有因为台南拢是开基开大的这个寺庙吼，啊，咱这新村哦，那么讲咱这新村有较兴啦，啊，当然咱嘛是相信安尼吼，所以咱心目中拢有咱的守护神，啊，像迄个妈祖就是咱的守护神。活动现场包括显公国小国乐团精彩的演奏，以及书错长兴宫天子闻声的南管古典献礼，都令大家印象深刻。希望妈祖慈悲的大爱可以庇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镜头来到海洋科技博物馆内，馆内有2只镇馆之宝，一只为魟鱼的近亲波口齁头鲼，但因为数量稀少，海科馆计划将它野放；另一只则是全台唯一可以人工饲养的保育鱼类驱蚊纯鱼。现在因为繁育的技术成熟，海科馆希望帮它找一个伴，顺利的话来繁衍后代。鱼儿在水族馆内悠闲地游来游去。基隆海科馆内有2只镇馆之宝，一只即将野放，另一只则想找个对象，分别是坡口魟头鲼及驱蚊纯鱼。厚厚的嘴唇，高高隆起的脑袋，这是濒临的物种驱蚊纯鱼，又称为龙王鲷。虽然是肉食性，但也是性格相当温驯，也是唯一一种可以人工饲养的保育鱼类。海科馆饲养16年，从10公分养到90公分，在复育技术成熟环境下，现在想帮它找个伴，繁衍后代。目前现在2024年，它已经有16年了。那你如果看它体型的变化，它从小时候的10公分，然后一直长大后，然后它经过大概8年9年的时候，它的头开始凸起来。好，那这个就是表示它已经开始变性。那一般这一类龙王鲷的那个生物的话，它大概8、9年的时候，它会变性，然后由母鱼变成公鱼。另外一只看起来像鲨鱼，又像是魟鱼，正确名字是坡口魟头鲼，又称为泛池鲨。在海科馆饲养下，花了2年时间，从1公尺长到3公尺。不过，这种底栖鱼类在全球数量越来越少，海科馆计划将泛池鲨回放大海。看它从1公尺慢慢变成现在这么大，当然会有一份感情。那同时呢，因为有它，当我们这个馆的主要的这个介绍的海洋生物，所以我觉得如果野生，那要再想要找一只这样的一个坡口齁头鲼来，是不是那么容易？那其实留在这边也有另外一个好处，让所有的民众都能够有缘来看到它，知道说原来海洋生物不是只有我们市场常常看到的。它的整个的鳃裂又像魟一样，是在护面的地方，所以这是它特别的地方。这种生物，这种比较大型的生物，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成熟时间就比较晚然后它的寿命又比较长，所以最近开始会有一些朋友就会关心它在野外的族群量。那目前我们的渔业行为对它的干扰是不是很大？所以目前相关单位都还在研议这件事情。对海科馆来讲，我们本来把生物驯养到环境里面，就是希望，就是除了我们收集一些资料之外，我们当然希望是好好把它养好之后，然后有机会再把它放回大海。海科馆肩负了海洋保育和培育的任务，随着现代饲养技术不断的修改精进下，也让不少罕见鱼种得以存活。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圣诞节即将来临，南纺购物中心为了欢庆营运满10周年，在 A2 馆1楼的南纺广场跟西班牙知名搞怪艺术团队 Brosmile 合作，打造 Merry Christmas 圣诞放纺乐园，以驯鹿鲁道夫为主角的9只驯鹿跟圣诞老人为主题，象征购物中心10年的贴心陪伴。为迎接圣诞节，南纺购物中心圣诞点灯活动于2馆1楼广场举行，由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流行音乐系的歌手与女团带来精彩的歌舞表演，展现青春活力。
现场出席的贵宾包括市长黄伟哲、南纺集团总裁，同时也是财团法人侯永都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创办人侯伯明、南纺公司总经理与多家企业的董事长、执行副总等。晚会特别捐赠将近160万元给财团法人天主教善牧社会福利基金会附设台南婴儿之家，作为购买婴幼儿9人座的交通车，由基金会执行长黄淑婉代表接受，场面温馨。那我们就请侯董事呢代表来捐赠我们婴幼儿9人座交通车给我们财团法人天主教善牧社会福利基金会。南纺公司总经理王立范表示，侯永都基金会从民国78年至今，遵守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精神，迄今已捐赠32部的车辆供公益使用。市长黄伟哲也感谢台南纺织集团，不仅作为商业界的领头羊，而且对社会公益更是不落人后。公益的部分我想这个从民国78年开始侯永都基金会就是创办人侯伯明总裁他一直对于这个社会公益不遗余力。我刚才也跟大家报告过了他一直秉持的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精神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爱心的企业家今年捐赠的这一部车子非常的价值非凡然后也是他所捐赠出来的第32部交通车我相信侯总裁他会继续的将他的爱心像圣诞老公公一样散布到我们所有的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尽量的去照顾到每一个需要照顾的人南纺集团也会成为他最坚实的后盾协助这个侯总裁在他的领导之下继续推动社会的慈善跟爱心。看我背后这个耶诞树，应该说是台南市最大的。他如果说第2大，没有人说是第1大未来还有更大。这个没有最大，只有更大。那但是呢，很期待，也非常感谢我们南纺集团，不仅这个能够作为一个商业界的领头羊，而且在社会公益上从来不落人后，而且也是领头羊。刚刚捐赠了9人座的这个我们侯永都基金会捐赠了9人座的这个车辆来。真的是让我们非常感谢。今年圣诞节适逢南纺购物中心营运满10周年，点灯仪式有别以往，于2馆1楼南纺广场打造 Merry Christmas 圣诞放纺乐园。奇幻雪花在绚丽的灯光照耀下飘落而下，为活动注入独特的现代感与趣味性。记者林一根台南报道。说到高雄路名有个口诀，数字开头从一心路到十全路，就有网友发现高雄不只有数字路，还有数字街，就在凤山巷弄，7条街也都是从1的数字开始往下去排，有趣的命名也掀起话题。说到高雄市的路名，很多人都知道1心、2胜、3多、4维，但在凤山有一段路、好几条街也是用数字命名，地点就在凤山福城里内。从1街到7街分别是哪些？在地民众顺口说给你听：1至2宜、3光、4海、5常、6法、7雄。1至2宜、3光、4海、5常、6法啦。7雄啊！高雄取路名似乎真的特别喜欢用数字当开头，除了1心到十全，在地人倒背如流。而在凤山区也还有个数字街，从1至街、2宜街、3光街、4海街到5常街、6法街、7雄街，全长大约600公尺，距离不算长。究竟为何要用这样命名？询问当地人，有些也是不飒飒。只知好几十年前住在这时就已经是这样命名了。不飒飒记不开，第2名讲我6法街什么街啊呢？我们小时候长大就一直是这样的路名。我从68年结婚在这里就听到了，就知道有这一些路。虽然好记又好指认，但命名法的由来为何？因为年代久远，所以已难考证。根据资料显示，是在县市合并之前，原高雄县凤山市公所所命名的。那至于是不是有特别的意涵，
这还要寻访地方耆老来释疑。那以目前新编道路的命名，除了要符合高雄市道路命名及门牌编定自治条例的规范以外，那为了要掌握本市道路命名的时效性跟统一性那订定有高雄市政府道路命名规划小组的设置要点邀请学者专家担任委员，审议新编道路命名的相关程序。这个点让报来开知影讲，而且我会对遮，拄有咧1、2、3公安尼，拄连做伙，迄伊的距离拢差不多50公尺尔啦。一个街口，才50公尺、60公尺左右啦。所以，互外地人来考人讲，是这个所在目标是这个所在，安就对啦。比起民众详知的1兴2胜3多4维，凤山五甲的数字街也很有特色。下次如果有经过，不妨停下脚步，注意看看。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台湾府城城隍庙跟成大所辅导的科技公司合作，用香灰结合在地壳壳制成幸福快价文创品，还举办工作坊。除了让更多人认识宗教文化，也宣告台湾府城城隍庙成为台南第一座与联合国 SDGs 永续目标接轨的庙宇。把搅拌好的粉浆倒进模具里，这种原料相当特别，有台南七股的可可粉、高雄中钢公司的炉石，还有从清朝使用至今府城隍爷香炉里的香灰，自然干燥成型后，就会变成蝙蝠造型的筷架。阿嬷拢会去庙里求香火蛋，互阮家讲来保平安，可以当摕来做迄个放伫的。安尼我感觉真神奇。电话只就想会当互即个香火会当更延续，甲即个变落的福气来传递每一个信众。会用蝙蝠造型设计，是因为城隍庙的窗花或是对联上都有蝙蝠，加上东方对蝙蝠有特殊的意涵，所以大小朋友也拿着学习单寻找庙内的蝙蝠。城隍乐土，永续幸福。府城隍庙是台南第一座教育跟民间信仰相互结合，还加入联合国 SDGs 永续目标的庙宇，由成大所辅导的企业来合作，呼应一起台南世界交陪台南400的永续精神。SDGs 也是一种信仰，大家应该多亲近这边了解我们这些庙方做的为大家做的这些事情。如果可以把它用来结合我们一些从人民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物件，让大家知道这些材料是可以用的，那这个永续概念才能够推动。产官庙三方合作，让庙宇永续发展，宗教优质化，营造民众生活幸福感。记者收怀台南报道。台湾是美食天堂，各地都有许多隐藏美味。本周首先要带大家来到高雄三民区，有家在地经营大约60年的无名早点，主打葱肉饼以及水煎包，现在由2、3代共同经营。3代的儿子跟媳妇负责早餐时段，2代的妈妈负责下午点心时段，给料大方以及亲民铜板价，深受在地人喜爱。手工的葱肉饼在锅里油煎，这是在地人急推的早点。葱肉饼切开后，满满的猪肉馅，看起来非常美味。这个摊位有着大约60多年的历史，从祖父母传承到现在的第3代，店家相当低调，在 Google 找不到。不过因为给料大方，加上亲民的铜板价，让许多顾客吃一次就爱上。就是蛮有古早味的啦，里面的馅料那个猪肉馅料蛮多的啦，然后菜也蛮丰富的。我今天买了葱肉饼，因为我之前吃过葱肉饼。觉得味道蛮好的，我就再来买一次这样。你第3代啊呢，也帮因大家来做，透早因两个少年来做。阿公那个做人家大饼那一种开始，然后后面就慢慢演变啊，然后就做这个啊。之前是他们都说皮很厚嘛，结果我就把它改成那个皮薄一点，里面的馅多一点啊。对啊，那就可以吃饱。店家平日分为2个时段贩售，分别是早餐时段以及下午的点心时段。上午由第3代的业者经营，下午则由2代的妈妈过来接手。不变的是，所有产品都坚持手做，2、3代携手经营，传承这个不变的好味道，同时也让上班族以及学生多了一个下午茶的选择。之前妈妈在做的时候，就早上也有下午也有，
就客源就不太一样，对。因为早上大部分人家都上班，然后比较赶下午有些人买这个都会当点心这样给他们的员工吃这样。我们在外面工作嘛，因为他手受伤以后才回来的。他回来的时候，刚开始他是不想接，因为他说接这个很累。我说总比你在外面工作还要好。虽然在 Google 找不到店家的地址，不过因为用心的经营且传承了3代，是在地人从小吃到大的好味道，更是在当地被击退的隐藏版店家。记者周福庆、陈英君高雄报道。以上就是本周的中嘉新闻周报，感谢你的收看，我们再会。